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7月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龙兴社区连续17天替大鸡时代送餐，最近却因为捐款减少，物资起价，送餐经费加按。社会指出，社区每个月需要家己走总至少12万，才会当予30位时代一天3顿饱。目前服务还阁会坚持落去，做到无法度做为止。把烧烫烫的便当送到时代手头，龙兴社区17天以来，每日天服务大约30位大鸡时代的一天3顿饱，经费拢是社区协会家己走总，送餐路线逐天增加，不过即马煞传出可能会中断。因为阮是拄起老人，啊，要食算讲要煮就对啦要下足无方便。这个李处长真正赞。因拢逐工拢有。一到食饭时间，社区内底的厨房就相当无用。看一个便当菜色，有脯仔、煎虾排，甚至还阁有现成，相当粗糙。不过现况社区捐款减少，加上物资起价，虽然政府有补助，也毋过经费犹原欠缺，一个月至少爱12万。其实看到蛮多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生活，然后偶尔可能会有看护帮忙，所以如果一个人生活比较难做菜的话，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竭力的在撑了，看，当然撑不下，可能就只有结束，或是本来是比较丰盛的餐点，会变成炒米煮糜，尽量来维持到社区真的完全撑不下去，那只有停止这个送餐的服务。社区目前靠着卖鱼酥、鱼丸以及食导览解说，收入全部作为送餐基金，不过经费也是无够支出，所以社区希望各界会当协助渡过难关。
再来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着提高渔业生产效率，降低养殖成本，台南市农业局推动114年渔业机械自动化补助计划，补助多项渔业机械设备太过换新，上悬补助各买金额的1/3。申请期限对7月7号开始到11号，要把握机会。台南是台湾水产养殖的重镇，养殖的户数大约有7000户。面积有14000多公顷，为了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率，降低养殖的成本，市府农业局推动渔业机械自动化的补助计划，将补助渔民购置蛤蟆的电动筛选机、船外机、佮着水车、抽水机等，相关用的补助购买金额的1/3。台南市114年渔机补助的计划开始了，那受理的时间是7月7号到7月11。那本次受理的对象就是我们领有养殖登记证渔权的，或是有配合政府来做的放养量登记的这些渔民。那如果有需要的渔民，可以就近到南市渔会、南县渔会跟南营养殖协会来申请。那请各位渔民朋友把握机会来申请。这一次渔机补助的比例是大概是1/3，那渔民自己配合就是2/3的部分。那我们大概额度大概是300万，那就是受理完之后就是额满截止就这样。其中以着蛤蟆的电动筛选机上悬会当补助8万。你地势较低气温，对着渔民来讲，抽水机嘛真重要。一般来讲，阮讲进的迄个维修的费用或是渔机的费用，都是已经有每年都逐渐的上涨。然后市府这个补助就是1/3的补助，是让渔民有感的，那减少那个成本的支出。还有比如说，如果像现在极端气候，他如果要买一些抽水机，因为现在极端气候比较强降雨，然后抽水机的使用量就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再也可以减少说渔温的淹水的情况会发生这样子。这个补助对象只要你有陆上渔温养殖的渔业登记，或者是渔业权的证明文件，而且完成114年放养量申报的养殖渔民，拢会用来申请。申请的期限是对7月7号到7月11，欢迎符合资格渔民。拢会用向区议会或者是南营养殖生产协会来提出申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十六岁正青春艺术节举办迈入第11届，今年活动对7月5号到8月31日，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开。活动包括着剧场演出、专题讲座、视觉展览、户外展演、市集以及多元体验课程等等。文化局热情邀请大家做伙来感受青春魅力。16岁长青春艺术节核心节目青少年伴戏计划，自3月份起招募48位16岁到18岁学员参与这次的原创戏剧作品。该计划由市府文化局甲影响新剧场合作，得到文化部甲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支持，将府城做16岁传统转化为现代青少年的艺文青年礼。今年主题定为 Real Me， 和青年朋友透过戏剧演出展现自我。这个活动呢，最早事实上源于就是台南特有的做16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早期的做16岁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宣示我长大了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可是呢，我们其实在回到文化、回到艺文的一个层面来进行思考呢，我们更期待16岁之后的你，那如何透过艺文表演，如何透过戏剧，如何透过各种艺术的参与，然后找到最内心的那个自己。所以正好呢，也呼应了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 Real Me 真实的我。那我们更期待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活动，那让现在16岁的你，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里头，好好的呈现真实的自己之外呢，事实上也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勇气，然后拥有更多对于生活层面的一个感动。那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活动呢，去分享出去，然后也邀请大家就是从7月5号一直到8月底，那关注我们今年的16正青春的一系列的活动。
今年演出时间为8月15到17，总共4场，欢迎买票入场支持。除此以外，7月份将启动街头文化月，安排嘻哈讲座、饶舌、街舞、涂鸦、甲 DJ 课程，并举行 Power Summer 2025各高中联合舞展。8月8号到24号将推出世界展《往山里去，重新回来》。邀请艺术家浮游人分享创作，亚洲活动16未来式青春小剧场户外展演7日，将伫咧8月16号到17号登场。文化局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台南上青春的艺文 Party。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客家区高粱产业文化节将伫后礼拜7月19伫客家区农会顶场。活动当天，除了邀请在地社团、社区妈妈表演，现场也佫提供免费高粱品尝、甲文创商品 DIY， 以及农特产品展售、红葱头系列商品，欢迎民众踊跃参加。高粱是客家地区客家的主体。客家区农会总干事李小军表示，今年因为气候节气的影响，客家的面积减少，分交南大约有736公顷，而且目前正进入采收期，因此农会选伫7月19，要伫客家来举办第3届高粱产业文化节的活动。今年是阮客家区农会办理高粱节第3档哦。今年的种的面积虽然较少，毋过陆陆续产量一定咧开始咧照照吼。应该嘛早种的嘛拢袂歹吼。为着提高农友的收益吼，阮来鼓励民众来种这个高粱。阮家己农会嘛有在发咱高粱的种子吼。所以希望高粱这个产业会当永续经营哦。所以阮来办这个高粱节。客家地区的高粱依照酒厂的需求，不但品质有产销的履历，而且还佫经过安全的用药，甲着质朴快筛检验的管控，建立了稳定的供应链。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的高粱酒来品尝，另外还佫有高粱的纸板手作 DIY 的活动。高粱纸板的 DIY 吼，加咱迄个高粱的泡芙吼，毋过迄拢爱先来排队。若买阮的产品超过500块，就有送一粒高粱泡芙，大家享用哦。今年阮客家农会有一个新的产品，就是阮红葱酥。因为阮客家除了推广高粱以外，推广番麦以外，嘛有推广红葱头哦。今年阮7月19的高粱节，红葱头系列产品全系列打9折哦。希望咱各位民众来阮客家。参观阮的高粱节，试啉高粱酒，毋过若啉落袂使开车，来买阮的红葱系列的物件，嘛来看高粱的产物，伊正拄要收成真水，希望大家当来咱观赏。活动当天对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现场农会专区的产品有一鼓作气的高粱酒、乌豆的饮料、豆油。甲着红葱系列等农特产品，欢迎民众踊跃前往体验，认识高粱的产业甲着文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北台南家福中心有一场温馨的西来午餐甲晚餐会，主角是来自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学生陈宏文，用伊的料理手艺感谢伊生命当中的贵人。来看咱的报道。自幼父母离异，由陆籍的母亲一路拉拔洪文和弟弟长大。洪文国中时接触到餐饮，在南营商工奠定了烹饪基础。高职毕业前就已取得7张证照。升上大学后，洪文继续精进在厨艺上的功夫。2024年在新加坡国际厨艺挑战赛中，荣获3项个人及团队金牌奖。今年更在韩国举办的国际厨艺竞赛上，再次囊获2面团队金牌。厨艺实力备受肯定。
有了好成绩的他更懂感恩。这次特别回到长期关怀协助他的家福中心，用料理的功夫感谢他生命中的贵人。我很感谢北台南家福中心提供我一切的一个经费的协助，让我可以顺利的前往国外参加比赛，那也荣获了不少佳绩。那有北台南家福中心的帮忙，可以让我更勇敢的追梦，让我可以去外面追逐我的一个梦想。也要感谢我的妈妈还有弟弟们在背后全力的支持着我们，让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家里的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前往国外参加比赛，也荣获了不少的一个成绩。北台南家福中心福幼委员会特别颁发了奖学金给洪文，鼓励他持续朝梦想前进。做我们这个北家福，我们北台南家福的孩子们的最佳的这个后盾，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北家福中心委员会的这个扶持之下，然后让他们能够朝他们的目标迈进，然后让他们能够让他们朝目标，然后让他们能够逐梦，然后让他们能够圆梦。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家福人帮助的儿童虽然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不一样的辛酸的故事，但是我们觉得只有教育才能帮忙他。那教育是一把开启他以后美好人生的钥匙有了他才会有资源。那我们也希望联合社会大众那善心人士跟有能力的人，我们一起来帮忙这些弱势的儿童。家福中心表示，教育是对孩子开启美好人生的一把重要钥匙。透过教育协助儿童获得知识并得以成长，是他们人生奋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中心也特别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投注资源，让家福弱势儿童可以有翻转命运的机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央推动台湾观光100亮点活动，7月份迎来台南主题月，市府推出系列活动，对摄影比赛、消费送礼、合作定价优惠、旅游行程，甚至抽超过15万的好礼，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台南佚佗。市长，台南夏天去哪里最对味？一起出发，带你台南6大亮点。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男主角，和疗愈系歌手杨靖宇一起拍摄形象影片。影片中走访台南古迹小巷，以及吃美食、泡温泉。交通部观光署去年公布台湾观光100新亮点，台南有6个景点入选。7月正式轮到台南，市府推出精彩的系列活动，包含摄影比赛，还有35家合作店家的优惠活动拿好礼，还可以参加抽奖跟参加套装游程哦。那尤其是我们有特别加码7月份的观光署的这个亮点及时任的抽奖活动15万元的这个奖品哦，所以民众只要参加几点活动，就有机会获得 iPad Air 住宿券、餐券等好礼。景点包含将军的生命之树、四草绿色隧道、关子岭温泉风景区等等，都是受不少观光客的喜爱。而这次邀请到的疗愈系歌手杨靖宇，对台南的印象更是如数家珍。透过这次拍摄，我也感受到台南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还有超多美食都超好吃。接下来7月份呢，由台南继续接棒观光主题月，每一站都是亮点，每一步都有故事。邀请大家一起来台南走走逛逛，玩出在地精彩。适逢暑假，关旅局还有七股海鲜节、台南夏日音乐节等许多活动，期盼能带动观光热潮。记者邱怀谈的报道。今麦是绿地笋的产期，台北市政府举办一系列行销活动，包括着绿地笋饼干、士农教育以及采笋体验等等，也佮头摆跟饭店业者合作推出主题料理。另外，还佮有买好笋地图，对产地到产地上底距离，希望消费者会当买到新鲜佮好食的台北绿地笋。祝福龙笋龙，请上舞台。从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手中接下奖状与奖金，拿下2025台北市绿竹笋品质评鉴比赛冠军的周福龙说，除了附图等技巧外，采摘的时间也很重要。热时间多，等了起来的时候做较久，要较早出来就较歹食，要较慢起来，较慢起来较
啊，说即马比说就这时阵咯，啊，阮多起来较早啦，啊，毋知讲好歹是有在钓的时候，有只迄落钓较好运的就，即马比的时阵多钓安尼。今年绿竹笋评鉴比赛共有来自全台北市9个区农会多达101位种笋高手参与，共选出冠军笋王、美笋王与甜笋王。评鉴的标准包括竹笋的外观完整度、色泽光泽、柔软度、纤细度及甜度4大面向。桃园农改场分厂长也教民众如何挑选优良好吃的绿竹笋。一只笋好的笋大概250克到300克之间，这是我们最目前优良的品质的笋，大概就这个重量。那过大不是说不好，它可能就是可能比较老，对，但是我们的角度。整体说，它的弯角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重量要足，就表示它的水分跟它的形状都是最好的。OK， 首先就是看它的笋底是不是白的，越白越新鲜。那再来就是它的弯角的角度有弯的，然后再来就是笋尖是不能绿色的。绿色表示已经晒到太阳就会苦，对，那它这个都还没有见绿，这个微微的见绿，但是它好的笋它是不见绿，它必须在太阳起来之前就要挖起来，这样的笋才会鲜甜美味。为了方便消费者买到新鲜美味的绿竹笋，北市府与市农会更推出绿竹笋采购地图，提供民众按图索骥选购，也可以跟农友预约取货。民众需要的话，实际上可以透过这地图部分去做一个检索，那就他采买的在他所采买的最方便的一个地点的方式去进行选购，这样子方式。那当相对有一些部分，他也可以跟我们的农友去做一个预约的方式。那即使是说当天可能或许是没办法满足，但是可能或许他们可以约好礼拜5、礼拜6。相对来讲，就别人是说是农友笋农的部分在哪个地方在交运给他们，这样子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口腹之欲。所以买的是最新鲜的。对，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全都是今天凌晨大概3、4点上山去采购的，所以在整个的笋度、鲜度而言，含保水度而言，相对来讲都是最佳的状态。这远比所谓的外县市昨天运来的，相对来讲在整个的保鲜上面来讲都是最佳的。另外，今年绿竹笋行销活动也首度与天成大饭店合作，推出3道绿竹笋主题料理，尝鲜期间只到7月27号，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这个绿竹笋要挑的就是它比较像牛角式的，比较弯，好，但是也不能太绿。好，那我们今天做的是3道菜，一个腌笃鲜熬汤，一个笃就是熬的意思，腌呢就是火腿，好，就要属浓汤。好，这个煮下去的话，大概是要1个小时。好了，再来我们这个绿竹笋烧肉，就是无笋不成菜，笋可以适合炒、煎、炸都可以。那再来一个酸菜烤笋，是一个更为清爽的，在夏日的时候更为清爽，特别是在6月到9月，好最好吃的时候。而在6月28号、6月29号2天，市农会将在花博农民市集规划绿竹笋主题摊位，设置互动式模拟采笋体验及食农教案展示。7月及8月，还由北投、士林、景美、木栅、松山等5区农会联合办理的采笋去体验活动。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山林、走进市场及走进餐厅，共同品味自然的甘甜，体验笋香四溢的美好。种下绿宝石，赏最绿竹笋。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位伫高雄小港渔会头前的港区水面，已经遭受不明的黄色油污染，让人烦恼敢会对环境造成危害。海洋局目前已经采样清除，也毋过现场也阁是有部分残留。议员表示，应该爱找出凶手，要求承担相关的清洁费用。一张张照片让人看了头皮发麻，黄色油污攻占了港区水面。事情就发生在高雄小港渔会前的船舶区，虽然经过海洋局的努力清理，但现场还是能看到残留的痕迹，让人看了相当恶心。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于114年6月6日上午10点
接获通报，高雄港71至77号码头漂浮不明的黄色液体，海洋局已立即通报高雄港务分公司处长等相关人员紧速清除。因为污染来源位于高雄商港区域，已经请高雄港务分公司积极来追查污染源。海洋局于114年6月17日将检验报告函送高雄港务分公司来酌参，并请该公司依规定追查相关责任的归属。那海洋局渔港管理站也发现了小港临海新村渔港的一船渠迎风面处由商港主航道顺流进港，马上动员本局港区清洁厂商调度人车物资及机具来清理，并会同海巡署、综合安检所拉设燃油所及铺设吸油棉。截至6月16日止，共使用吸油棉所50余条、吸油棉片70余箱等海污资材。船舶处船员们忙上忙下，卸货、修整船只都在港区内完成，但船边水面就飘着这样恶心的油污，任谁都受不了。虽然海洋局已到场采样并送交化验，可是仍尚未找到幕后元凶，因此无法排除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他是不是应该回头请港务公司把这些问题要抓出来，了解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发生的这些状况，然后呢，这些物质会不会影响海洋生态，一并的都要去做检讨，那立即的请这个港务公司、航港局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同步的，我们清理油污的钱应该要由他们来出，而不是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由我们纳税人的钱共同来负责。那所以呢，在这些过程里头，我觉得海洋局只做到了初步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油污的部分清除，那其他的部分并没有做所以也导致有一天也许同样的状况又会发生。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这个态度上面，对于海洋局是主管我们的这个海洋生态的业务的部分，没有一个强烈坚决的要求我们的这个港务公司跟航港局一定要全力的来这个坚守这个不能污染的状态。议员表示，相关单位应该认真追查，以防再有相同的情况发生，并应该向涉事业者进行求偿，不应将清洁费交由全民买单。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
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